好榮幸喺國慶嘅晚上咧，可以同大家聚首一堂啊！國慶綜合文藝晚會現在正式開始。荃灣作為香港嘅重要社區，積極咁參與並見證咗兩地融合嘅歷程。本次國慶系列嘅活動內容豐富，非物質文化嘅遺產展示、體育競技、文藝表演等，展示咗融合創新嘅文化魅力，體現咗香港喺推動咗中華文化走向世界中嘅獨特優勢，讓愛國愛港嘅精神喺社區生根厚植。見到今日呢個活動咧，亦都想起今朝早喺會展我哋政府嘅國慶酒會裏邊咧，其實我哋荃灣區有一個好重要嘅參與，就係今日協辦嘅團體雲海藝術團咧，係今日作為一個表演嘅團體，咁啊證明我哋荃灣區嘅文藝發展咧，其實係非常之有高嘅質素。我亦都希望日後可以舉辦更加多嘅區內嘅文藝活動，讓到年青嘅一代可以更加多文藝方面嘅發展。